广汽丰田给的从来都不是入场口号，而是安全驾驶的确定性。发布会上一句博智7把空悬质保卷到10年，更是给出了消费者底气。而广汽丰田给大众的安全感，从来不止步于稳重可靠的态度，更是把实力和安全品质的坚守落到技术里。博智7敢于主动挑战整车24通道模拟试验，这项试验不只是上下震动，更精准复刻现实中的扭转、侧倾、俯仰、拉扯，还原各种烂路、坑洼、过坎的真实场景。从外观、内脏到配件都是高标准，全车80多处隔音材料，31处储物空间，悬架等效耐久验证，行业一般做10万次，博智7做到20万次，关键部位甚至30万次。对核心部件电池更是严格把控。现在行业普遍使用针刺实验来验证电池安全性，博智7直接挑战电芯切割实验，让消费者不再为华丽参数盲目买单，而是让他们切实体验到的好。如此权威的博智7，这一把真的要给到行啊！